孫繼海嘅海選未來出事，好事嚟嘅。正如我琴日段視頻都講啦，乜嘢透明度都好緊要。藉住今次啦，大家都透明啲，大家都知多啲。其實入行咁耐啦，教嗰個同埋受教嗰個嘅糾紛啦，層出不窮，一直都有。最出名嘅，我諗你同我都聽過㗎。波士文案件就係拗合約啫嘛。當然啦，呢啲個案咧已經去到職業體系嘅頂層啦。我又記得啊，以往啦，費格遜、雲加兩大英超領隊啦都講過，經理人嘅出現啦係令到球壇啦係更加混亂。但係10多年之前啦就產生混亂啫，但係到而家啦，嗰啲經紀人啊，直情有世界排名，例如文迪斯啦、扎哈維啦，佢哋鼎鼎大名，亦都收唔少徒弟啦。直情而家係跨國企業公司啦，係做經理人嘅工作㗎。我想講嘅係咩咧？乜嘢發展當中啦，都有條路㗎。呢條路啦，透明度係最緊要㗎。咁而我哋以往啦，亦都有好多出名嘅足校啦，魯能最近同埋韋世豪啦，都會有啲瓜葛嘅。咁而據我所知啦，魯能足校咧已經對韋世豪嘅父母啦係放棄追究。咁但係探究成件事啦。魯能足校講句説話嘅，而家最正統、最具規模咁啦，去搞青訓啦，反而啦佢哋係弱勢社群。點解咧？嗱，今次啦，孫繼海嘅機構咧就出現咁嘅事情啦。個家長咧走出嚟講：我細佬啦喺佢度練啦，傷得太多啦，我就情願唔練啦，翻嚟踢校隊就算啦。即係話你選擇啦，唔做職業足球員，翻去啦學術嗰度啦係繼續發展嗱。OK 嘅喎，但係問題啦，大家事先啦劃歸啊、簽約啊個內容係點啦？我覺得，因為而家我哋新一代嘅青訓啦，可能啱啱開始啊，大家都唔係咁清楚。嗱，例如我送個仔去一個啦，擺到明佢係訓練咧未來職業體系球員嘅機構，我或者歸，你知唔知你話嘅內容究竟係乜嘢㗎啦？亦都知唔知個培訓機構啦要擺幾多人力、物力、資金落嚟細路仔嗰度培養啦？咁你對於孫繼海或者對於其他啦搞青訓計劃嘅人嚟講啦，一個屈尾十你就拖馬走啦，咁我咪損失好大。特別作為培訓機構啦，佢都會擔心啦，你喺我度啦學咗咁多嘢啦，坦白講，我哋身上都用咗咁多資金啦，我都未回籠，未有回報啦，你細路仔走咗啦，可能加盟另外一個機構啦，咁就好唔公平啦。所以我覺得喺發展過程當中咧，呢啲咁嘅糾紛咧一定有。孫繼海而家做得啱嘅啦，就係我唔講嘢。等法律去解決呢件事情。咁我覺得喺未來日子啦，我哋要搞好青訓啦，從而令到我哋中國足球啦有出路。3方面都要做好㗎。一，最頂層嘅足協係啊，我個仔投資時間精力去學波，好啦，我真係踢唔到職業，揾唔到過百萬年薪，跟住點啦？有好多工作咧你可以做嘅，唔使擔心。嗱，呢個鋪排鋪墊啦，足協要做嘢啦。咁當然啦，培訓機構啦，一定要啦攞正心腸，好似孫繼海咁啦。據我所知啦，佢透明度係足夠嘅。我請教練 A 級教練6萬蚊一個月，因為佢哋嘅能力啦可以教到你職業嘅一線隊噶啦。但我唔教職業隊，我就嚟教啦青訓，所以人工要高咯。咁孫繼海自己啦，亦都係咧用自己嘅面啦同埋能力啦，自己拉贊助，唔夠嘅自己補貼，正正經經搞間學校。咁如果咁容易啦，俾啲家長啦去攻擊，搞到咧體系唔成體系啦，麻煩啦。所以家長們，如果你覺得足協能夠做到條路教嘅，我個仔交俾你，我放心。你就要諗下你個仔究竟踢唔踢到職業波？如果有一日主觀客觀嘅因素都好啦，你個仔啦未能夠成為巨星或者踢職業波，唔緊要，我知道啦，原來國家足協啦鋪條路噶啦，我做一啲咧衍生嘅工作啦，自己一樣啦可以以足球為事業啦，可以啦養家活兒嘅，咁成個系統啦就完整啦。今晚咧我哋組織好忙啊，8點零鐘啦會有曼聯作客啦去到馬來西亞啦對東盟明星隊嘅表演賽啦，我會落場講嘅。咁另外3點鐘啦，上個禮拜咧一樣樣哥炳哥啊，把聲好似我嗰個咧，又喺落海邊嘅粒星啦，同大家講歐協會杯決賽啦。到時新組有冇得上啦？曼聯打比對安東尼啦。咁另外貝迪斯贏定車路士贏啦？聽朝唔知咯。